大家成日都係 thread 上邊咧睇到其他人咧分享自己用 Claude Code 啊，咁整咗好多外觀好靚嘅網站，又寫 game 又寫 apps。咁但係有一個問題令到大家好卻步嘅咧，就係 Claude 嘅申請門檻好高，要用到 VPN 啊、虛擬電話收短信啊，又要外國信用卡啊。而大家最擔心嘅就係俾人封 account。咁我幫大家揾咗個方法咧，令到大家都可以入門自訂 LLM 咧，玩到 Claude 啦。咁仲會對比唔同 LLM 之間嘅選擇啦。咁最後亦都會介紹一啲主流嘅 Claude skills 啊。咁啊裝咗之後就可以瞬間令到你嘅網站做到你見到人哋分享嘅效果。馬上入正題啦。Claude Code 係 Anthropic 出嘅 AI 編程助手，佢唔係單純幫你寫 code，而係可以自己讀你嘅專案、改檔案 file，將網站直接發布上網嘅寫 code agent。佢係終端機入邊運作，但係要留意 Claude Code 只係一個框架，真正嘅大腦係背後嘅 LLM 模型。而呢個正正就係我哋今日要解決嘅問題。你可能會問翻佢同平時用嘅 LLM chatbox 有咩分別呢？你想象下，一個廚師再犀利，冇焗爐、冇攪拌機，得一個腦咁嘅廚藝都唔會發揮到出嚟。Claude Code 啦，就係間廚房幫廚師執好啱嘅食材放喺面前，俾焗爐攪拌機佢用啦，仲有幫手執配料。換咗 LLM 只係換咗個廚師，成間專業廚房配套仲喺度。安裝之前，首先要配備好 Node.js 同 Git 呢兩樣係必須嘅環境設置。大家只需要跟翻課堂筆記上嘅連結咧，上翻官方網站下載，然之後安裝就可以。咁至於 Claude Code 本身，如果係官方網站下載，就要用 VPN，又或者大家可以搜尋你系統嘅終端機，輸入翻呢個指令就可以直接安裝。安裝係好快，之後輸入翻 Claude V 呢一個指令。如果睇到安裝版本，就代表已經順利完成。咁但係問題嚟啦，係正常安裝完之後呢 Claude Code 會叫你登入 Anthropic 帳號啊。為咗解決地區封鎖嘅問題呢，我哋直接跳過官方帳號，用內地模型替代。呢度你需要一個工具叫 CC Switch，佢係一個開源嘅 desktop 應用。專門幫你切換 Claude Code 背後用邊個模型。連結呢，我已經放咗係影片描述欄啦。你喺網站度拉落去，會見到有堆清單，裝翻你自己系統嘅版本。例如你 Claude 裝咗係 Windows 嘅，就揀翻 Windows 版本，跟住螢幕嘅方法一路撳下一步安裝咧就可以嘅。安裝完之後咧，開啟啦，你要係頂部揾翻 Claude Official 嘅，記得唔係 desktop 版啊。之後點右上角加號啦，選擇翻你個模型，例如 Minimax 啊。之後我哋揀編輯，以 Minimax 為例咧，首先去 Minimax 平台註冊一個帳號，買咗嘅 Token Plan 最平大概$20一個月就可以。我哋將 API Key 複製貼上翻去呢個位置，然之後儲存啦。完成之後，我哋開翻終端機咧，你可以喺 Windows 搜尋 PowerShell，跟住只要輸入 Claude Enter 就可以進入 Claude Code。如果你見到佢正常再入而唔係叫你登入 Anthropic 咧，就代表你個自訂模型配置成功啦。你可以試下打一句簡單嘅指令啦，係譬如叫佢幫你寫一個貪食蛇嘅 Python 程式啦。如果佢正常生成到代碼，恭喜你，你已經成功用到 Claude Code 啦。另外仲有一個 Coding Plan Key 同普通 API Key 嘅分別啦。Minimax 嘅 Coding Plan 咧係月費制嘅。就好似你去食自助餐，普通 API Key 就係逐碟計錢，食幾多就俾幾多啦。新手建議直接買 Coding Plan。講到模型選擇啦，如果大家對數據安全有疑慮嘅話咧，就最好配置翻開源本地模型。但係你部機嘅硬件要足夠勁咧，先至可以行得順暢。Minimax 嘅 Token Plan 最平$10一個月起，支援全模態，包括語音同埋圖片生成，性價比最高。GLM 嘅 Coding Plan 國際版大約港幣22一個月，coding 能力接近 Claude 官方模型，但係價錢只係1/7。
係如果有聽 DMP 嘅觀眾啦，其實之前第一次講龍客 OpenCore 嗰陣時都有講過 GLM 啦。咁當時訂閱費只係而家嘅一半啦。咁如果大家嗰陣時訂就真係抵到爛啦。咁所以未訂閱嘅觀眾記得訂閱 DMP 深度學習，就唔會錯過呢啲最新嘅推介。DeepSeek V4如果你用量唔大嘅話係最平嘅選擇。咁另外如果你想完全唔使錢，其實 Google Gemini 嗰個免費模型都可以接到 Claude Code 啦，不過你要有 VPN 啦，而且免費額度有限啦，寫啲簡單嘅單頁網頁咧就夠用啦，到大型項目咧就會好快用晒。好多人都會問咧，用內地模型同官方 Claude 爭幾遠嘅？坦白講咧，喺編程基準測試上邊咧，Minimax M3或者 GLM 最新嘅5.2同 Claude 數字上面性能嘅差距係有嘅。但係咧，價錢方面咧，Minimax 平過 Claude 官方大約20倍嘅。對於日常寫網站、成小工具做 MVP 呢啲場景咧，呢個差距你基本上感覺唔到。真正嘅差距出現係好複雜嘅大型項目重構嗰陣。但係如果你做到嗰個 level，你已經唔係新手，到時再考慮升級都未遲。咁即係之前我都有做過一條關於 AI 模型點揀嘅影片啊，有興趣嘅觀眾可以去睇翻。咁新手咧就我建議就由 Minimax 開始，因為佢嘅 Token Plan Plus 計劃$20美一個月咧，已經有17億 tokens 額度啦。涵蓋文字、代碼、語音同埋圖片，而且配 CC Switch 嘅兼容性最好啊。有一點要留意啦，就係配咗內地模型之後咧，Claude Code 入邊嘅 Web Search 功能咧會用唔到嘅。因為內地模型嘅 API 代理冇支援 Anthropic 嘅搜索接口咧，呢個係設計限制，唔係 bug。用 MMX Search 指令可以替代，或者可以睇翻咧。我之前有一集講過咧，agent 咧係做網上資料搜集嘅方式咧，咁有需要可以睇翻。裝好之後有幾個命令你一定要識。第一個係 Ignite，佢會掃描你嘅專案，然後自動生成一份 crawl.md 檔案，等個 AI 了解你嘅專案結構同規範實測，可以慳翻3至4成嘅 token 消耗。第二個係 Clear，清空當前對話嘅上下文。好多新手犯嘅錯就係將所有嘢塞喺同一個對話入邊，搞到 AI 後期開始混亂。做完一個任務就 clear 一次，再開始下一個嘅。第三個係 model，可以係對話中途切換模型。到你用熟咗基本操作之後咧，就可以開始玩 skills。skills 係本質上係一份 markdown 文件，入邊寫住一套工作流程同埋規則。咁裝咗之後咧，Claude 會係適當嘅時候自動載入啦。而家介紹一下俾個必裝嘅 skills。第一個一定要裝嘅係 front-end design 啊，呢個係 Anthropic 嘅官方出品，超過27萬次安裝。佢做嘅嘢好簡單咧，令到 AI 寫出嚟嘅網站唔再係白底黑字啦，而係有齊配色、字體、動畫嘅現代設計啦。呢個就係點解你見到人哋係 Threads 上面分享嘅網站靚，而你自己整嘅好似90年代網頁嘅分別。第二個推介係 Superpowers，GitHub 咧超過7萬個 star，佢改變嘅係 AI 嘅工作方式，唔俾佢一收到指令就亂寫代碼，而係強制佢先諗清楚，先做計劃，確保最簡單嘅方案行得通先再改善。第三個係 Code Review。咁同樣係官方出品啦，咁啊 AI 寫完代碼之後咧，佢會自動咧做一次質檢，安全性、效能、代碼風格逐項檢查啊，有問題即刻標出嚟，等於咧係你請咗一個 QC，唔使自己逐行睇。咁之前咧我都有做過一條咧。關於 Vibe Coding 嘅即係影片，講點樣用 AI 寫程式避開技術債啦。咁有興趣嘅觀眾可以去睇翻。安裝方法好簡單，最直接嘅方法就係叫 Claude Code Agent 自己安裝，又或者官方嘅 Skill 用 plugin install 命令裝就得。最後同大家分享一個進階玩法咧，就係用 Hermes Agent 咧去控制或者配合咧 Claude Code。Hermes 負責統籌派發任務、管理 skill，Claude Code 負責實際寫代碼。兩個 agent 系統各司其職，一個做大腦，一個做手腳。呢個係我自己成日都用啊。
之後有機會再做詳細影片講解啊。咁有興趣嘅觀眾記得訂閱 DMP 深度學習。希望今日嘅內容可以幫到大家喺編程上面嘅工作嚇，即係更加順利啊，突破地域界限嘅，用到最新嘅工具咧。咁其實用 AI 真係要慢慢累積上去。我自己一開始都係由Gemini 慢慢用到去 AI agent 啦嚇，呢一啲方法我能夠揾得到，其實都係靠 agent 日常幫我做資料搜集，同埋教導我點樣去用一啲最新嘅工具。所以 DMP 嘅分享呢，都希望大家能夠越級追上啊，等大家唔使自己痛苦去做搜集同埋試錯。如果大家身邊都有想學習 AI 寫 code 嘅朋友，記得介紹今集俾佢。好啦，如果覺得今集嘅內容咧幫到你，記得點讚訂閱。我係 Ben，下次見。